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南投凤鸣社区的理事长陈信利，以在地特产旺来来做这个沙拉来料理，鼓励长辈尽量食在地潮湿的蔬菜甲水果，讲这款食食的方式，唔但健康，阁环保。 联合国研究显示，温室气体当中有18%来自农牧相关的碳排放，所以凤鸣社区的理事长陈信利甲时代以在地食材来做食物，鼓励大家食在地上青的菜色，唔但营养健康，阁会使保护地球。苹果、红萝卜，水煮蛋，沙拉，就给敲敲的，很简单。 产地离消费者愈远的食材，因为长期运输，营养会流失愈多，而且为着让食物是上青的状态，需要更加侪包装，嘛会产生更加侪粪扫。在这个凤梨入菜的这个课程啊，也顺便教导他们，在我们3餐的饮食烹调料理的部分啊，用比较健康的料理方式、烹调方式。透过鸡碳饮食的5个原则，包括食在地，还有第2是减少调味料，还有减加工，加食菜、减食肉，还有伫厝内食偌济就煮偌济，除了会使照顾到家己的健康，嘛保护咱生活的环境。